在《楚乔传》的故事中，萧策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但是对于楚乔的感情却是十分真挚，但也是第一个永远离开楚乔的朋友。那么楚乔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祭奠自己的这位好友呢？我们话接上回，在萧策去世1个月后，楚乔一直留在了大梁之中，而宇文悦也多次派人来接他。只是楚乔心中一直有个念头，让他无法从容的离去。在这段时间中，楚乔走过了大梁、京都的很多地方，看到了他当初跟萧策一同去过的地方。如今大梁、京都的街市已经不复往日的繁华了，因为正值国丧的期间，也只有几家商铺还开着门。走着走着，楚乔便前往了他当初跟萧策一同去过的一家酒店。姑娘好久没来了。老板娘看着楚乔走进来后，便裂开笑盈盈的上前招呼道。毕竟此时也没有多少客人，楚乔的到来算是给他们带来了今日的第一单生意。你认识我？楚乔被老板娘的热情吓得微微一愣，自己确实好久没过来了，但这老板娘的记性也太好了吧。姑娘面善，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初跟你一起来的大公子呢？好阵子没见到他来了。老板娘依旧笑盈盈地招呼楚乔坐下，然后给他沏上了茶水。在老板娘口中的大公子，无疑就是已经去世的萧策了。所以楚乔不知道该如何的回答，只能说他去了远门，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老板娘也听出了楚乔话里有话，便也不再询问，回到了后厨中给楚乔准备吃食。很快，面条、牛肉等东西就端了上来，东西看着都很好吃，但楚乔却吃得很慢，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胃中不断地反着酸水，而吃着吃着，楚乔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将饭钱放在桌上后，楚乔一个招呼不打的就离开了。离开酒馆之后，楚乔继续向前慢慢地走着，然后回忆着当初跟萧策的那些经过。曾经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就是萧策带着一筐石榴前来安慰他，告诉他为何不放自己一马。回想起了当初萧策各种逗他开心的情节，眼泪滑落得越来越快。而原本晴朗的天空很快也就乌云密布了起来，然后淅淅沥沥地开始下起了雨，似乎在跟楚乔共情一样。因为大梁一夕之间，皇帝驾崩，皇太后也身死，所以整整49天的时间，皇宫中的丧钟从未停歇过，不断的告知天下，举国哀伤。在萧策入葬皇陵的那一天，楚乔并没有跟着一同去送葬，而是站在了高高的城楼上，目送队伍慢慢的远去。萧策，原谅我不能送你了，此去路途遥远，愿你一路保重。楚乔看着逐渐消失的队伍，缓缓地说道。而等到队伍彻底的消失，太阳也落下山去后，楚乔却依旧没有离开那个城楼，不知道是在想一些什么。小姐，我们回去吧。因为刚刚下了一场雨，夜色到来的时候，天气也有些微凉，所以梅香便想让楚乔先回去休息。但楚乔却说自己想要一个人走走，说着就转身离开，只留下梅香一人在原地发呆。许久之后，楚乔走到了一座府邸之前，而孙弟就站在府邸的大门之前，手中拿着一个宫灯。姑娘，可想清楚了？见到楚乔到来之后，孙弟便上前将宫灯递给了楚乔，而楚乔微微一愣，便将其接了过来，然后提着宫灯缓缓走出了那个府邸的大门。如果说萧策临死之前未能完成的心愿，恐怕就是亲自送楚乔出嫁了。但即便是他身死，却依旧将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这个府邸是萧策为了楚乔出嫁专门建立的，总共花了2年的时间，而给楚乔准备的那些嫁妆也都放在了这个府邸之中。在楚乔和孙弟走入府邸后，萧策的一位贴身宫女便出来将2人迎接了进去。在楚乔缓缓走到正厅后，便看到了鎏金镂空的红剑之上写有着一行字迹，走近一看，便是萧策所写，内容是：兹尔处世，秀月名门，祥中士德，知书小礼，恭顺谦和，并得幼而温公书，知古今而性喜善，特此下狱，尽息荣封，后屡有福。荣封后面的封号并未填写，想来应该是还没想好给楚乔一个什么样的封号。下面就是萧策的印玺了。陛下还未想到给郡主的封号，本想着日后再慢慢商议，谁曾想一耽搁，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孙弟在一旁解释道，而楚乔此时心中也越来越痛苦。
萧策为他准备的嫁妆里面，各种奇珍异宝是应有尽有，在此地放置了很多年的时间，却再也没有机会送出了。既然还未下诏，那郡主之称就不必再提了。沉默了许久之后，楚乔强忍着眼眶的泪水，缓缓地说道。一旁的孙俪也点了点头。姑娘所言极是，夜深了，姑娘先休息吧，在下告辞。孙俪说完后便转身而去。萧策交代给他的最后一件事，他也完成了，算是不辱皇命。孙俪走后，楚乔便在椅子上默默地坐着，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很快，梅香便急急地跑了过来，手中还拿着一封信件。小姐，这已经是宇文少爷的第9封信了，你再不回信的话，他会着急的。虽然听到了梅香的声音，但楚乔却依旧没有任何回应。在萧策驾崩不久后，燕北和大魏之间又开战了，双方在雁鸣关下已经打了4场战斗。元阳全权掌握了西南部分的兵马，跟宇文越和袁彻的北方兵马对峙在了凤凰台，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而大魏的老皇帝因为身体早已经抱恙，所以也有1年的时间没有上朝。大魏的局势已经如同一锅即将翻滚的沸水，只要再添加1筐木柴，这锅水就会沸腾起来。所以现在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也不敢轻举妄动。小姐，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啊？梅香此时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家的小姐此时到底要干什么。而楚乔听到这句话后，才缓缓地将目光移了过来，然后声音十分低沉地说道：等。在萧策入葬后，新帝便也在第2日举行了登基仪式。萧策的后宫皇后之位悬空多年，并且他只有1个妹妹，但此时却下落无踪。如今突然间驾崩，加上皇太后也随之而去，朝中的大臣们只能遵照萧策的遗诏，将年幼的皇长子萧修仪立为了大梁的新皇帝。但是他的母妃袁氏因为是宫廷中宫女出身，不够资格垂帘听政，所以便让后宫身份最为高贵的皇太妃詹子明成为了小皇帝的养母，同时辅政。这也是大梁朝廷的无奈之举。而这一次举动让大梁的皇权顿时掌握在了曾经被逐出大梁的詹氏兄妹手中。一时间，整个大梁朝野上风云开始涌动了起来。以前以孙帝为首的宠臣直接遭到了惨烈的打压。当时萧策死亡时，身边的所有侍卫宫女全部斩首，所有的夫人和舞姬全部赶出了皇宫。新皇新政雷厉风行，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将那些曾经的声音尽数的铲除。大梁朝局在萧策驾崩后顺变，楚乔该做如何的应对呢？因为皇权的统治的高压，让那些老臣们也不得不跪倒在摄政王詹子瑜门前，开始苟且偷生了起来。而楚乔依旧在安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似乎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但让楚乔有一点想不到的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詹氏的人，竟然是曾经跟萧策作对的柳阁老。当然，柳阁老拦在了詹子瑜车驾之前，怒斥詹氏兄妹是乱臣贼子，祸乱朝纲。结果也很简单，柳阁老当场血溅3尺而亡。因为柳阁老在大梁学子们心中地位崇高，在他死后，大梁的学子们便也开始了一波乱潮。但仅仅2天就被詹子瑜派出军队强行镇压了。对于有任何不满的人，直接格杀勿论。以他的话说，黄泉路十分的宽阔，他们一起走也是可以的。回去看好皇帝就行了。楚乔看完了手中的传讯书简后，深深地吐了口气，对着铁油说道：“他已经准备开始行动了。”在3日之后的深夜，一声巨大的喧嚣声从大梁皇宫中传了出来，将所有熟睡的人们吵醒了。而无论是百姓还是高官，都纷纷走到了自家院中，向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大梁皇宫方向火光弥漫，喊杀的声音不断，如同鬼哭一样。一瞬间，所有人都被震惊住了，大梁的天下又要再度的变天了。在3更时分，大梁的皇宫的门被公开了。率先跑到楚乔身边的是秀丽君陆羽西，此时她的衣服上全都是鲜血，身后还跟着3000狼兵。姑娘已经攻下了凌霄殿。此时楚乔在漆黑的夜空之下，身穿一身玄色的长袍，面色冷静地坐在了战马之上，身后是当初留在大梁的1万秀丽军将士们。进攻！
楚乔面无表情地喊出这2个字，秀丽军们便也开始齐齐向着凌霄殿方向前去。在凌霄殿最后一位侍卫倒下后，平安也带着一众的士兵赶来跟楚乔会合。上万名士兵此时站在了楚乔的身后，火把照亮了半边的天空，也照亮了满地的尸首。楚乔此时直接策马登上了凌霄殿的白玉石阶，用马蹄在摄政王的牌匾上肆意的踩踏。在楚乔翻身下马进入大殿后，看着大殿正中央那龙椅上的詹子瑜，静静地说道：“我来取你狗命。”想不到会是你。詹子瑜看着楚乔微微笑道，他从当初一个落魄的书生混迹到了如今的这种地步，已经是足矣了。而楚乔也顾念到了当初2人之间的恩情，问了他一句：“还有什么心愿未了？”而詹子瑜也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成王败寇，他已经认清了自己的结局。楚乔在得到答复后并未留情，手起刀落就砍下了詹子瑜的人头，将人头挂到宫门去，给宫门的那些叛军们看看。楚乔将詹子瑜人头随手扔给了一位侍卫，说道，然后向着后宫方向走去。詹子明此时也早已被孙弟等人拿下，新帝并未受到伤害，但皇帝的母亲却以为攻进来的是詹家的人，直接一头撞死了。这也是让楚乔比较惋惜的一件事，自己费尽心力保住他们母子，结果成功了，人却自杀了。而楚乔选择今日帮助萧策清理后事，还有着很大一个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楚乔接下来又会做些什么呢？我们明天再见。